青春发力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帅，我是米农阿敏。去台湾西片的台一线以后，要摆去台北县，来到台湾的东部，也下呢总算到发电的啦。今好去台北县158公里的地方，叫做霍兰亭，对下看下去，有感觉豁然开朗哦。听讲哦，也台北县是一个军事最重要的地方哦。遐下看下西沙台师云亭远眺，听讲台北县有炮台哦，不过吼，也下看唔到的啦。好，也下咧台北县还有一段路。今暝吼，阿敏带大家去发电了啦！发电，来来哟！文天祥公园。阿比文天祥吼，就係人結文課本上寫個正氣凛然嘅文天祥哦，也很貴重，還無乜嘅人，帶大家落去聊，去請天祥爸打嘴鼓一下。天祥爸，按坐哦。也比就是文天祥，天祥吼也被口名叫做塔比多，係來自泰魯格語，意思講係山中。所以吼也被台北中國幾度嘅山中，嗰個日本人來以後呢，就用塔比多翻咗日文，叫做塔比托。後來吼，國民政府來台灣以後，嗰時嘅證據都冇問題，嗰個吼研究過欣賞文天祥先生嘅氣節，所以就揀一個地方叫做天祥，係就係也名嘅由來啦。雖然講天祥爸係個詞人，應該對音樂嘛有細把研究啦，係等下來分享個作品俾聽過那陣。佢那以為中意冇？哦，天祥爸，你睇下咪看一條路可能按中人，應該冇聽過有人家係下過嘅吼。係啊，跟一條8號公路下一條過嘅哦，係啊，好衝半堂。人生嘅風景，有風沒有影，有時間。一路順心，世界安泰，來來去去，有世界情多，回航來去，有錢給路。該來啊未啊？本來想講愛情衝來安尼，閒咧客家人。可能有來也了無，唔過吼，一下都冇看到，所以我今天我睇下未衝過誒，衝太上一些，迄客家人有聽到，你個要過來情人樣錯嘅，好啦，嚟試樣看下先咯。一條8號公路，一條山路，慢慢慢慢後把彼此，看身邊嘅人共長流，面對乞丐。在台上衝出一條8號公路，你先給路，路多困難有時看清楚，唔怕，就算頭前去開步，相信乞丐行出有路。奇
怪，从啊暗后堂都无人落进来咯。啊，即个落去亲眼，有哈干你吗？嗨，同学。哎，同学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今天才来这边哦？嗯，对对对，那你从哪里来啊？我们从花莲骑上来，花莲哦。哦。哎，你接下来要去哪里？我们要从中横上去五岭，然后回。哦，啊，你觉得今天路况怎么样？今天路况蛮顺的，很好骑，蛮顺的。啊，你刚刚这样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弹吉他唱歌，会觉得很奇怪吗？有一点奇怪。有点奇怪，为什么不给我来个鼓掌一下呢？支持一下。好，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好。啊，你刚刚听得懂我唱的歌吗？哦，刚英文没哈嘎你了，不是客家人吗？我刚刚唱的是客家歌啊。哦，好了，好了，那你路上小心哦。好 OK， 好，拜拜。没哈嘎你，啊，还有一段路，还能进去进看。你看，一下大家拢伫咧排队，等下时间到诶，咱做咧过。去台北线吼就会安尼，因为每一段路诶情况拢无相同，所以管制诶时间嘛无同样。安尼大家吼就会安尼，乖乖的等，时间到诶，咱做咧过。你看，大家都很有秩序。哦，也个时间吼，嘛几多人会安尼考虑看风景啊。係咪可以排隊嚟咯？冇掉高唔地咯。人生嘅風景有風沒有雨，有時間係一路順心，是該安排，人來來去去。有世界情都為行來比，流前嘅路，愛繼續前進。一條8號公路，一條山路，彎好把皮車。你睇個很記得冇？咱哋啱出發嘅時節，去古關有看到相同嘅牌料，像恁東西橫貫公路，一下吼，去花蓮未看到嘅喲。不過也係看起來歷史悠久，個 Q 一些。啊，看到那個牌料吼，就代表講啊，台北線我騎起嚟，存到3公里，啊，再3公里，咁就冇條路誒。好啦，3公里係一個騎起啦，來去。杭州有路，8號公路，杭州有路。台北線終點187.7公里，我完成的，我騎到的。哇呀，一路上經過的台中的東勢、古關、梨山，都有下花蓮，哇，冇簡單咯。不過能夠到安尼就結束嘅嘛？去台北線終點過後吼，還有幾好搞嘅喲。所以我bonus是不能嘅啦。先唔講喺度，聽下落去看。哦，大家看，也嚟到海上嘅呢，也係喺太平洋呢。本來今日吼可以搞飛行傘啦，不過你看天公也唔像本來能搞，一下尾就落雨嘅，啊安全嘅問題吼，人哋真係做唔到一個挑戰啦。但係呢，當然係個奧多拜對小風變成颱風嘅，雖然講落雨吼冇辦法避，不過估計吼咪係做嚟搞一個衝啦。係下擺呢，我嚟騎下個沙灘車。哎，教練。教練來了，教練來了，哎，教練來了。同大家紹介一下，大山教練。是。大山教練，今天就會教俺用嚟騎下個沙灘車。
好，那准备出发哦。好，加油！好 ，OK， 完全部带好哦。出发了哦！我一开始以为很简单哦，其实不然。啊，树根源啊，树某力嘞！等下，按到刹停咧，行喺底下。哇塞，哦 no！ 我好像慢慢找到感觉了呢。压条半坡公路，一条山路。哦，一路引台哦，越来越有那种冒险的感觉，挑战的感觉了。Oh my god！ 回去！我去！教练，你要记得我是客人呢，啊！等一下，什么东西？我坐前面。抓好，身体稍微往。等一下！哇！什么意思啦？我们变长啊！教练，你要确定来哦，你要确定不会翻车哦。OK。阿媽，我上喺攰嘅，啊！我喺鬼面同埋唔可以踢8天嘅。呀哈，教练会最爱是赛道哦，本来天阳的他妈跟迄赛道。好，教练出发吧。哇！可以这么快哦！啊！Oh my god！ 我的天啊！要晕车了！对，晕车了！晕车了！盤踩啊，愛盤咧，好暈，過唔出發啊！好了，謝謝教練。我呀呢，是欣賞嘅天主堂，看起來嗰種日本嘅神社吼，落下尾吼，係為了愛平靜我嘅心情啦。跳到太緊張誒，太刺激了，呀吼跳哪攏係啲混啦。今日呢，我係天上了嘅音樂，嘛好好跟台北縣起手嚟哦，起結束嘅，每去呀台北縣吼，係真是用四雜字形容嘅，鬼斧神工。哇，看到一個太刺眼吼。會感覺到自家係喺個渺小嘅按高嘅山、按發嘅河壩，我哋一定要去尊重自然啦，要去敬畏大自然。其實不管係台一線，也係台北線，也嘅理想吼，我攏認識嚟幾多人，也嘛帶我體驗嘅幾多事情。雖然過程可能會過去，唔講吼，一條事情都會變成我幾好嘅養分。以後每一輪吼，一定會調那個啦。我嘛希望令大家看到歡喜，嘛感謝人嘅陪伴。啊，日後呢，我嘅任務就結束嘅哦。哦，咁以後我哋有緣再相見嘅哦。拜拜。